主后2024年8月初3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小心魔鬼藏伫细节内面。圣经咱做来听读历代志上卷21章第10到30节。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，激动大卫调查以色列人的人口。大卫对约押甲军队的领袖讲：“恁对拔示巴到但点算以色列人的人口，互我知全国人民的数目。”约押讲：“愿上主互伊的子民比现在增加100倍。我的主，我的王，因减毋是我的主的人民。我的主是安怎爱要做即个代志？是安怎要互以色列陷落罪？”王坚持伊的命令，约押就行透以色列全国调查，后来倒来耶路撒冷。约押将点算的人数报告大卫。以色列人夜倒的战士有110万，犹大人有47万。毋过，约押无点算利未支族甲便雅悯支族的人数，因为伊厌恶王即个命令。大卫做的这样代志，上帝看做歹，就刑罚以色列。大卫对上帝讲：“我做即个代志犯真大的罪，求你除去你奴仆的罪，因为我安尼做真戆。”上主吩咐大卫的先见加特讲：“你去甲大卫讲，上主安尼讲：我用3项灾祸，互你经1项，我就照安尼做。”加特来甲大卫讲：“上主安尼讲，你家己经。3年的饥荒，也是太师对敌，互对敌追杀3个月。也是30久，互上主用伊的剑，就是瘟疫，降临伫以色列全国，施行毁灭。当你着想，互我通恢复找我来迄位。”大卫甲家己讲：“我真为难，我宁可互上主家己甲我刑罚，因为伊有丰盛的怜悯，我毋愿陷落伫人的手。”上主就降瘟疫伫以色列，以色列人死7万人。上帝找一个天使去耶路撒冷，要甲伊毁灭。当天使要毁灭的时，上主看见就改变心意，无要继续讲即个灾祸，就甲伫执行毁灭的天使讲：“停手，到野啦！”迄时，上主的使者徛伫亚布斯人阿罗那的五谷场。大卫抬头看见上主的使者徛伫半空中，手举未出的剑，指向耶路撒冷。大卫甲长老拢穿麻衫，面趴伫涂骹。大卫对上帝讲：“下令调查户口的检是我，犯罪做即个歹代志的是我，这无辜的人民拢无做啥物毋对。求上主我的上帝的手刑罚我甲我的家族，毋通降瘟疫攻击你的子民。”上主的使者吩咐加特，叫大卫上去亚布斯人阿罗那的五谷场，伫遐为上主起一座祭坛。大卫就照加特奉上主的名所讲的话上去。迄时阿罗那伫拍麦，回头看见天使，甲伊做伙伫遐的4个囝走去觅。大卫去到阿罗那遐，阿罗那看到大卫，就对五谷场出来迎接，趴伫
涂骹拜大必。大必对阿罗那讲：请你将即个五谷场卖我，互我通伫遮为上主起一座祭坛，互全国的瘟疫停止。我会用全额的价钱甲你买。阿罗那对大必讲：我的主，我的王，请你摕去用，照你看做好的去做。我用牛，互你做烧化祭，用拍五谷的器具做柴烧，麦仔做素祭，这个我拢送互王。大必王对阿罗那讲：毋通，我一定要用全额的价钱甲你买。我袂用得摕你的物献互上主，用白白得到的物献做烧化祭。大必就用6800公克的黄金，甲阿罗那买迄块地。大必伫遐为上主起一座祭坛，献烧化祭甲平安祭，搁求叫上主。上主听伊的祈祷，对天降下烧祭坛的祭物。上主命令迄个使者，伊就将剑收起来。大必看到上主有伫亚布斯人阿罗那的五谷场听伊的祈祷，就伫遐献祭。摩西伫旷野所造上主的会幕甲烧化祭的祭坛，迄个时阵拢伫基遍的山头坛。毋过大必毋敢去基遍求问上帝，因为惊上主使者会剑。小心魔鬼藏伫细节内面，作甲C.S. 路易斯的著作《大讲推仔》写互细奥查的3层批，内容是大讲推仔大毛头写互小奥查小鬼头一批，照着传授安怎掠抢一个面对各种压力的少年基督徒的灵魂。迄本册反讽是展现一个是非善恶颠倒头柄的世界，佮点出撒旦安怎引诱人离弃正道，行上罪恶之路。册中讲到，撒旦擅长的计谋是不断互人无用做一寡对生命无必要的代志，为人炮制无穷无尽的计策来填满因的思想，引诱因不断消耗心力。今仔日的经文记载大必受撒旦引诱，点算以色列人的人口，敢讲袂当进行人口普查是无？当然毋是。重点是在伫是毋是这有下伫上帝的心意。大必犯的罪和亚当夏娃无完全相像，后者所犯的罪是违背上帝的禁令，做了不该做的代志，就亲像偷摕、侵占等的罪。若是大必犯的罪是允而未现的罪，是因为个人的骄傲、虚荣，无照上帝的指示行。这是大必计坏倒大人的某了后所犯的罪。咱通清楚看到，大必犯一个罪了后，罪还亲像癌细胞共款繁衍扩散，一发不可收拾。犯罪结果毋但影响到伫个人，搁导致整个国家陷入灾难。大必点算百姓即个代志，拄亲像《列王纪下卷》2章13节所记，希西家王用巴比伦的使者炫耀犹大国的宝藏共款，无照上帝的心意得行。保罗伫哥林多前书第1章30节讲：
要夸耀的人，着夸耀主；若无，就要亲像箴言16章18节所讲的同款，有骄傲就有失败，有自高就有跋倒。耶稣捌讲，提高家己的会受降低，屈低家己的会受高升。对现代的眼光来看，特别进行人口普查，若像是真小可的代志，总是因为伊的骄傲专怀，却诚侪导致国力衰微的大代志。无怪有一句谚语讲：小心魔鬼就藏点细节呢。撒旦的工作就是破坏上帝的工程，特别是教会的合一。无论伫个人生活、家庭、教会，甚至任何场合，伫咱不知不觉的时阵，魔鬼往往乘虚而入。咱若无警醒，就会伫有意无意中犯罪，甚至犯罪以后家己毋知，连身躯边的人也无察觉。因为安尼，特别伫诗篇19篇12节到13节讲，啥人会知家己会错误？求你赦免我无意中犯的过失，求你保守你的仆人，互伊袂故意犯罪。求你毋通用阮罪恶管辖我，我就诚罪，无通指责的人袂犯同罪。求主怜悯咱，无犯着明知故犯和允而未现的两种罪。咱着照耶稣的教导，求上帝救阮脱离迄个歹的手，常常孝顺主的恩典，毋是点算家己的功劳。默想，我是毋是经常夸耀家己的功劳，就袂记得上帝的旨意？我是毋是经常夸耀家己的功劳，就袂记得上帝的旨意？咱来祈祷，上主，恳求你帮助我对付允而未现的罪，无落入撒旦的试探，帮助我伫小细节会当忠心，互我独独孝顺主的恩典，无点算家己的功劳，奉主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